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谢克来提扎克尔称将推进维稳常态化，并坚持运用官员驻村的枫桥经验。维吾尔自治区周一举行第13届人大第3次会议，自治区主席谢克来提扎克尔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称，过去在该地区推行了官员驻村的枫桥经验。据中共当局史料，枫桥经验是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浙江宁波诸集县枫桥区首创的发动群众对阶端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维稳策略。观察人士在回应扎齐尔的讲话时说，他的话暗示中国将继续其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负责人阿卜杜勒·季利里·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说，看来中国政府还不足以压制和镇压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并在东突厥斯坦实施所谓的枫桥经验。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法案建议，应对维吾尔地区侵犯人权负责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除了伪造主席谢克来提扎克尔之外，陈全国和其他中国官员的名字也被列入禁令清单。我希望美国政府通过尽快执行维吾尔人权法来惩罚中国官员。美中贸易官员准备下周签署部分贸易协定，但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提醒说，与中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不能以放弃批评中国侵犯人权行为为代价。卢比奥也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之一。上周日，卢比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个节目中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与众议员达成协议。众议员通过了维吾尔族人权法案，我们有我们的版本，两者非常接近。他主张美国必须追究中共政府和共产党官员对严重侵犯人权和可能存在的反人类罪行的责任。中共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令人憎恶。土耳其幸福党主席卡拉毛拉奥鲁呼吁土耳其政府和民众伸冤被压迫的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在党总部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卡拉毛拉奥鲁批评了东突厥斯坦没有压迫的说法。他在表达对一些当前问题的看法时，谈到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处境。他说，有数百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他们被迫放弃宗教信仰。此外，中国政府还派汉族干部住在穆斯林的家中。我呼吁土耳其政府关注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作为被压迫穆斯林的兄弟，我们必须抵制中国商品，尽量不要购买中国产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指出，中方拟邀请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化研究院在今年4或5月到北京交流及到新疆实地考察，以期考察团亲自掌握最直接和最真实的讯息。12月27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有多个马来西亚人权组织成员赴中国驻马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北京当局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打压。日前，外交部长纳杜塞夫丁指出，政府委任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化研究院，负责研究及确认有关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社区的新闻报道。就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即将签署之际，中国公开表态称，中国粮食进口已有一定的全球配额，不会为了某一个国家而调整配额。这让人们对双方在贸易协定中有关中方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的规定能否落实的疑虑再次凸显出来。中国财经媒体财新网周二报道说，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团队成员、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军受访时表示，中国农产品进口都有全球配额。他说，我们不会为了一个国家而调整。